即马这台美的对顶关税15%未搁贴悬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强调讲，除了这企业呢自主投资2500亿的美金以外，政府是以信用保证的方式，搁再提供2500亿的美金，也就是讲这金额呢是袂当算入去投资的部分，才免造成后手谈判的困扰。台美关税谈判达成共识，行政院在起举行台美关税谈判说明记者会。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讲，政府用信用保证的方式，支持金融机构提供相关2500亿美金的企业授信额度，并不是企业投资额度，每当个加起来变作5000亿，才袂造成刷落来谈判的困扰。由产业自主投资是一部分，由政府运用信用保证，由台湾的金融机构来协助国内的产业，我们进行信用保证，这是另外一部分。这衍生现在的2500亿加2500亿是分开的。第二，我嘛解说讲，这个模式和日本、韩国出资的模式是无同的。台湾的信保模式并不是政府出资的模式，这是因为过去产业成功的经验，和企业自主规划，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服务，政府的部分再来做信保机制。这个信保机制最终实际所需的保证专款的规模会是62.5亿到100亿美金之间，我们预备分5期来规划。第二，阮指出讲，伫投资 MOU 的后壁是军留台湾布局全球的战略目标下骹，以台湾模式支持咱国产业来进行有利的国际布局。各界嘛关心台积电未来的投资布局。各位放心，这不是产业供应链的移转，而是我们在美国进一步扩大产业实力，台美共同打造这个供应链，护国神山在台湾是持续的壮大当中。就是我们15不叠加以后，事实上比其他的国家在竞争力上，事实上是算有优势的。这个模型上来讲的话，算是正面的哈。台美关税达成台湾对顶关税调降做15%，而且袂踏加原有的最惠国台牛税率这个目标。在未来几礼拜，台美暗算会接力完成台美对顶贸易协议。咱这边伫总结会议嘛，搁一摆向美国表达希望，因会当较紧完成，避免双重扣税。降低双方的企业伫投资爱面对的税务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